爹，我和小月有计划。我在问小月。我知道了，梁伯伯。婚期的事，都听你们安排。哎呀，这就对了。爹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父亲，究竟是想干什么？小月，秦继风，你的枪我仔细给你保养过了，下次再用，难稳点，我可不想给你收尸。日后你就再读军服了，有那么多人保护你，我就放心了。秦继风，今天你陪我，当最后一天保镖。好。小姐，拿束花吧。这个也不错，您看看。往右一点点。哎，多了多了多了，再回来一点。好，笑得开心一点。OK， 我过来了。
嘉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办公室是你随便进来的地方吗？爹，小月父亲的死，真的是欧阳山海所为吗？这是你该过问的事情吗？这信上究竟写了什么？你为什么大费周章的去欧阳山海那儿找信，又着急烧掉它？混账！你敢审问我？爹，根本不是欧阳山海杀的，是你！是我！你想怎么样？是他不识时务，坏了我的生意，凡是捣乱我的人，都得死。小月的亲生父亲，我以后拿什么脸去面对小月？小月，小月，小月！从小到大，你就像个狗一样跟在他后面。我梁祖玉怎么会有你这么没出息的儿子？梁家好，给我听清楚了，赶紧把他娶过门。我要的是举富养好，好娶。要是他跟他爹一样不知好歹，我就让他消失。月儿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哪儿呀？月儿，爹，小月，娘，请你告诉我究竟该怎么做。小月，你怎么了？梁祖月杀了我爹，他和欧阳山海一起在左孙军火，计划帮我报仇。月儿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你杀了我爹，我要你偿命！小月，别说闹！就凭你！凤儿，你的戏也该演完了吧？爹，哎，你是没错，我是你的儿子。那你母亲呢？我跟母亲很多年前就走散了。
走散了，那你就再也没见过他吗？要我允许。所以你大费周章，想要接近我，就是为了和我相认？我说了，我想取回我应得的东西罢了。想要做我的儿子，可没那么容易。我能替你分忧。说来听听。您想要的无非是巨富洋行，所以安排了梁家浩和欧阳小姐的婚事。现在欧阳老爷已经死了，欧阳小姐又是你的准儿媳，局面上看上去十拿九稳，但是什么？先不说你那个听话的儿子有没有本事把欧阳小姐娶进门，还有那个欧阳山海，也是不受控制，时不时想蹬鼻子上脸吧。如果我能替你除掉欧阳山海，取得欧阳小姐的信任，保证巨富洋行的控制权绝不旁落，您说我有没有资格做你的儿子？好，福儿，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我会向父亲大人证明，我才是督军府的长公子。我杀了你！谁敢动他，我要了你的命！家浩，你给我滚回去！谁敢动小月，我就杀了谁！小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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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我就斩草除根。爹，爹，如果要小月的命，就把儿子的命一并拿去。梁家浩，你真当我舍不得杀你？你滚！我梁祖玉没你这样的儿子。
开门！老爷，这是怎么了？这位是秦继峰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梁继峰。找个日子把姓改过来，认祖归宗吧。梁家的孩子没有随母姓的规矩。知道了，父亲。老爷，佳儿呢？佳儿去哪儿了呀？老爷，你还有脸提你那没用的儿子？他今天有枪，学着自己的头来要挟我。我督军府没有这样的逆子。他怎么会输给一个私生子啊？老爷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风儿是我的儿子。再让我听到私生子这几个字，休怪我不客气。佳儿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佳儿。佳儿，小月，小月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
放心吧，没什么大碍。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。老大，船已经准备好了。小月心细，别让他发现是我做的。好。风儿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平日吃的，也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。要是吃不惯的话，我再给你准备点别的。多谢陈姨，这些已经够好了。风儿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那么客气。而且你刚回来，若是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，尽管跟你陈姨说，让她帮你安排。多谢父亲。吃饭吧。好。对了，风儿，今天有件事情呢，要交代你去办。父亲尽管吩咐。去趟报社登头版。巨富洋行走私军火被查处，即日起查封银行，扣留所有船只。是，风儿这就去办。坐下，坐下，把饭吃了再去办事。听父亲的。傻孩子。哎呀，真傻孩子。大少爷，老爷让我把今早得到的情报交给你，上面是欧阳小姐和邵督军藏身的旅馆。老爷的意思是，让你亲自带人，把欧阳小姐抓回来。知道了。老爷的意思是，现在就去。你是在教我做事吗？属下不敢。李副官，从前你都跟着二少爷，什么事儿都得听他的。可如今我回来了，你就应该知道，什么事儿该做，什么事儿不该做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大少爷。走。我和同学要了2张车票，我们往南方去。你说过你喜欢看海，你到海边找个暖和的地方住下，我去找个活做，你在家养养花，没事儿的时候，我们就去海边散散步。嘉浩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到这次离家可能不会再回来了，有点不舍。一切都会重新开始的。嘉浩，我想起来和父亲还有一张相片在照相馆未取，
我得拿回来。我去帮你拿。等我。江浩，怎么了？路上小心点。帮帮车！看一看啊，新鲜出炉的蛋糕。小月今日怎么有些奇怪？